方寒信不辱命，这次山河榜大赛，我已取得魁首，如今可以堂堂正正立于真传弟子之列了。精神化身，短短3月，勘破神通2重，足见你根基深厚。是时候到羽化山外撞仙缘了。我也正有此意，接下来打算前往归墟历练一番，还请师姐指教。不错，你想要超越化天都，无论怎么修炼都是不成的，唯独要在生死中搏杀，一次又一次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事情，才会彻底的激发身体的潜力，突破境界。多谢师姐提点。啊，师姐，这是我在地底收服的魔女。缘来九霄无尽法，冥冥千世命定机。